船长是 Angel。你好，我是阿爽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人马翻译机阿兄。耶，阿爽，我问你哦，你敢捌食过台湾的泡面？有啊，我就爱台湾的泡面，台湾的泡面一起办的。一级棒嘿，一级棒。哎，德国敢有泡面的？有啊，但是台湾的泡面就好比真 special，我德国的朋友们嘛爱食的。所以你啊，等去德国，你拢会款一寡泡面，等去互恁德国朋友食嘛。嘿，你也该食泡面哦，咱今日来到这就对啊。你阿妈，咱即马伫倒位？我唔知的。咱即马伫南投的永和村。永和村。这就是人咧讲的泡面，食免钱的所在。哦，好啊。所以讲咱也要食泡面哦，爱食免钱，爱先找着船长。船长一路的，我唔知的。等头前遐有一个阿伯，还是咱来问看卖啊？阿伯敢知影船长伫对？船长不？你好，你好。阿伯，阿伯，你无用哦。阿伯，借问一下吼，我们要来找咱永和村的船长啦。你敢有看到伊本人？你看，这是你船长啊。感觉你就是传说中的船长，就是你本人。对啦。你有够巧的啦！船长啊，咱听讲遮吼有免费的泡面啊。有吗？哇，咱要来泡面好不好？好啊，了3天无食，专工来咱永和村来找你食泡面的。你敢袂带阮去食泡面？等者遐一块行啊，未是去七时才来。食泡面啊！先这间遐来食泡面。永和村就是较方便的，就是石龙中啦。早30多年前的时，就是新民来出机。伊讲较早日本时代有个长脚先的来遐，伊知影迄个有地理啊，正啊甲拜合庄，拜合庄落就是到民国60几年，然后开始有人来下鱼做鱼啊。到民国60几年以后，才开始兴起，就是人做头做了袂歹，到尾感觉兴落，较有人来下。啊，伊就下了有趁钱，就是所以到尾人就一直做。落尾就是。提包面来遮摆到尾啊，就是像放在遮互食。这就是咱永和的石龙宫。石龙宫。对。跟你讲，台语真的不简单呢。Hello。这是什么台语？会晓讲台语的。讲谢谢。台湾人就是热情嘛，对无？你食这当爱买哦。你看，这么多泡面，等下咱就是要食泡面。头前，大家感觉拢像食足饱呢。其实这是我头一摆来石龙宫的。石龙宫啊。石龙宫。顶悬是咱拜拜的所在，咱先来拜拜。你知影咱来遮是要拜什么神明吗？咱来拜土地公。土地公哦。对，咱来拜土地公。咱先拜拜了后，你看头前遐，足侪人咧食泡面，对无？咱先拜拜了后，咱就来食泡面。我要食泡面，好。别，咱先拜拜。先拜拜。先拜拜了后，才食泡面。先食泡面再拜拜。不是，先拜拜才食泡面。好不好？来拜拜。咱点香啊，有火爱用手，袂当用盆的。袂，爱用手。对，来，为什么？礼貌，对神明的礼貌。来，咱拜拜。插落了，来上去去拜一个。对，拜。拜一个。对。拜2个。拜3个。拜3个。对。好。土地公爷你好，我是陈雪儿，我是阿酸，我希望泡面好吃，感谢你。
好你讲，地主林宗兴，啊，今日交雪梨，阮来遮录泡面好吃。村长是 Angel 这个节目啊，希望你会使保庇阮的拍摄，拢会使一切顺利。感谢土地公，咱较早拜拜了啊，为什么拜拜？你有要买乐透的话，咱就会使看卖啊。土地公给咱暗示，数字会在上面 number。 我看到number， 我看了5号，有啦5号啦，2号，你看2号无？无2号吗？无，你安尼，你就会，你就会，你讲 he's lying。哎，雪梨，今仔咱土地公拜了啊，即摆开始要食泡面啊哦。好，连拿咱泡面有偌济？这么多，3人，安尼有够你食无？咱也来甲遮哦，爱食一寡特别的，你会使用泡面来做创意料理吗？ 你一起班，一起帮。一起班。啊，咱来 PK 一下哦。好啦。哦，咱个叫杰卡多啊，国小的小朋友，咱做伙来 PK 好不？好不？哦，无问题哦。没问题。好 ，check it out。check it out。好，来第一组就是咱雪梨大来的创意料理。你卖吵啦，点点。哎呦 ，Pretty cup noodles。 安尼会使食吗？等下是要现场的观众朋友做伙来食，你唔通讲用歹巴肚。他们绝对会想。等，这啥？ ice cream。这要加落吗？就刚好啊！你看漂亮哦。大家看懂哦。我家。王个6个唔敢食。好吃吗？那你就不要再抱怨嘛。这个好吃，加做会不好食。没有，我相信我。好，完成。 来，咱即马现场寻求勇者哦，加来食的，来捧场一个啦，咱做伙试看卖啊。勇者，叫你身体健康。啊，真机，快这边啊！啊，感觉咧滋味无遮对。滋味无啥对。会使食有了无啦？无啦，等你再搁食啦，好无？啊，你毋是食做欢喜的。好不？你食较大嘴，我较相信讲人家。大嘴啊！ 我啊，就好吃，很特别啊！啊，有一点点跟淡薄仔赶快。别雪梨的创意料理啦。就 special 哎。哦，感觉口感安怎？还是规碗食好了。真的奶油意大利面80分，肉鸡奶油泡面八给奶油泡面。 80分啊！来，管理大哥。哇！芳甜啊，芳甜饼啊，真脆嘛，袂歹食。但我都规碗食好了。目前本人啊咧减肥，较无法度。嘿嘿嘿，90分。雪梨甲你试一嘴。安尼这嘴几分？100分袂歹食。这是一件的创意料理耶。小朋友的创意料理。今日要做可爱面，这里瓜是的目睭，哦这卡马豆是的鼻啊，这卡马豆就是的嘴，海带是的头毛。哦，这厉害！哦，这厉害。哦，安尼咱得看小朋友来发挥哦。好。哇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恁爸爸的鼻啊，那生伫目白顶管啊？这是阿公哦。哇！ 水哦，拢有够厉害哦！伊阿公爱讲一个阿公啦，讲一个阿公对啦，嘿。请你试吃。谢谢，不好吃，好吃啊！你跟哥哥讲，130啊。棒！我可以90分。就是啊， 100分。 好来，总算轮到我啊！你知影我是谁无？你无探听一下吗？我就是牙齿小霸王。你是牙齿小霸你知影什么叫牙齿小霸王无？我知啊，不是你啊，不是你啊。我从细汉就伫牙齿啊大汉的，所以煮食这件代志对我来讲 ，no problem， 无问题。好啦，啊你做啥无问？题，我要做来听好哦。泡面 hamburger。 啊，你要做啥？这个手势，这个手势，你袂讲我就是会晓煮菜。手势，咱甲面泡软，卡一个人伫咧内底拉拉的，咱即马就放入来这，好定型，撒起来，就是听哦，
安尼有水无？拜拜哦，夜市小宝。哇！耶！等下你来帮我评分好不？我惊无人食。哦，整好的米皮，来。哇哦，好简单，歹势，等一下。哦，哎，较好看。OK，水。哇哦，甲扛起来。安尼有想要食无？色香味俱全，安尼就有啊。等试看卖吼。我吃一口。好，来。第一盖夹炸的，所以好夹。哦。 100分，几百分？哇！云林来的水姑娘啊，爱加入肉，敢捌食过这种口感？你做的较好食，做出来肉做侪汤的，95。敢食的习惯泡面做面皮哦，跟你食，安尼真正有捧场。 98。你还未食饱？我已经吃饱。哦，你已经食饱。哦，小小敢若较好食呢。小较好食，啊，你还趁小食。你感觉你会互我几分5分。哎，莫有白讲。 85分啦。 85，哎呀，真的嘛是袂歹啊。口感不好食。来，咱看镜头，咱看镜头。你感觉好食吗？普通。所以我开店，你应该是袂来吼。70，食一个，帮我评分一下。喂。 哇，今日算几工有欢喜无？有什么感想？哎呀，拜拜就厉害啊！拜拜就厉害。对，然后泡面就好吃。泡面真好食。那些外泡面真好吃。对，我嘛感觉无好食。啊，毋讲人情味真温暖，对无？对啊。真温暖。就欢喜。今日嘛真欢喜，会使来个南投永和村交大家做伙佚佗。今日。 创意料理的冠军是咱小朋友哦，大家鼓励一下，小朋友真厉害。上重要的是，大家爱继续收看《船长是 Angel》，赞！